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睇領軍去馬呢次節目啊！今日同大家睇咧就係7月4號啊，就係嗰個星期六，我哋又跑星期六馬喺田草、狗草二泥嘅賽事啊！睇貼士之前，先嚟睇睇上期我哋貼士嘅成績先啦。當日同大家貼咧5場、9場同埋11場嘅，咁啊都各有少少嘢中啦。先講5場啦，5場我哋用2號嘅笑傲江湖嚟做膽，不過就冇喺度。反之嗰匹腳咧9號嘅嘉應奇兵啊，就係、潘明輝同埋何賢嘅配搭啊，就贏咗波。咁啊呢匹9號馬咧獨贏派30蚊。至於9場啦，9場我用6號嘅部族高手，諗住嗰日周俊馬嘅坐騎咁強勢啊，點知佢又發揮麻麻噃啊！反之咧嗰匹頭號嘅腳8號嘅精彩，咁就係布文嘅坐騎啦，咁途配搭姚本輝馬房嚇，其實喺節目裏頭亦都有提及過啊，到時睇睇你哋用邊匹膽啦咁樣，兩匹其實都即係旗鼓相當嘅。至咗8號咧獨贏咧就係派33蚊半啊。去到11場啦，中翻多少少啦，我用6號嘅關鍵所在袁幸堯嚟做膽嘅。咁不過報紙咧都係推撳住贏咁結果咧袁幸堯就冇喺度撳住贏咧周俊樂就贏翻1仗啦應該話上翻 pace 咁結果係7號嘅馬達7號嘅馬達都係我選嘅腳啦田泰安、無偉傑嘅配搭。7號馬達贏咧就係獨贏派117蚊。至於拖翻隻正路啲嘅撳住贏7號、3號位置 Q 就派68蚊嘅。事不宜遲啦咁我哋睇翻禮拜六咧嚟緊嘅貼士我哋喜歡嘅2位騎師咧分別就係布文同埋莫雷拉莫雷拉又復出啦。每人都有3匹坐騎需要關注，先睇布文啦。就係3場嘅魅力星、4場嘅競進輝煌同埋11場嘅安泰咁三匹馬裏頭都係贏過同程，但係3匹咧布文都冇贏過嘅。好啦，咁去到莫雷拉咧都有3匹，就係2場嘅朗日雪峰、3場嘅日日獎同埋4場嘅信心星。咁而朗日雪峰咧係有人馬嘅 win 績嘅，咁所以咧就佢有1匹惡中之惡嘅。好啦，咁另外要關注嘅2個馬房咧，分別就係方嘉柏同埋蔡若翰喎。咁相當之巧妙咧，方嘉柏嗰3匹就係雷神嗰3匹，分別就係2場朗日雪峰、3場日日獎同埋咧4場嘅信心星。咁蔡若翰馬房咧，亦都係布文嗰3匹，就係3場嘅魅力星、4場嘅競進輝煌同埋11場安泰。咁所以咧2隊嘅騎練每隊有3匹惡馬，好冇？所以今日咧你見到我哋節目個 thumbnail 咧就有騎練搭住嘅，唔係2位騎師、2位練馬師，佢哋根本一 pair 騎練。特別需要睇吧。好啦，今次俾 tips 咧，俾6場、7場同埋係第10場先嚟6場係4班泥地1200米嚟嘅，咁係留意啦，1號嘅威利非凡嚟做膽咁拖翻2號嘅凌利標區，5號嘅天福同埋咧4號嘅金玉良言咁成匹馬咧強騎強練咧就有1號同埋8號，咁點解會擺低8號咧？8號係共同享樂潘頓、羅富全1檔，咁照計各樣嘢稱都高咁樣。我再一次強調，我揀初出馬咧，我希望除咗有雜績，因為除咗雜績之外冇啦，咁梗冇賽績㗎。咁雜績有上過名之餘咧，我希望係騎師親自試習啦誠意所在啦，加上同匹馬嘅合作咁但係呢匹馬咧喺3月30號試過習過後咧，其實潘頓試過4課習都未能上名，所以我只可以話啦擺低先啦好啦，咁至於1號就自然就成為膽啦。
不過呢匹馬咧都未曾win 過同程嘅噃，咁但係上仗係上名嘅。喺6月13號啊，778黃昏馬場次啦，配奧爾文就喺4班同程度跑第2，輸俾文明戰士啊。咁而今仗咧就亦配莫雷拉啊，咁唔知係咪就為咗打開勝門啊？奧爾文總體上名24莫雷拉總體上名30，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逆配咧真係有助於贏馬啦。好啦，咁跟手2號嘅伶俐標區，以下呢兩匹2號、5號咧都係貪馬房啊。伶俐標區係田泰安同埋貴福特嘅配搭，再報一次呢對騎練今季就已經16 win、17同埋15季㗎啦。咁田泰安就特線泥地啦嚇，咁特別留意1月21號367場次，田泰安 win 4班。2月8號417場次，同埋4月1號568場次，田泰安2次同程都係跑第2。換言之咧，3仗同程咧1 win 就2個後來嗰2仗分別係谷草1200同埋田草1200，都係第3、第2，都係田泰安。即係簡單講，呢匹就係田泰安私家車咁當然啦，嚟自貴福特馬房嘛。而且咧近6仗賽事跑咩程都係上名嘅 at least 咁至於5號嘅天福就係霍陽星姚本輝啦。留意喺4月19號621場次當其時配搭艾少禮嗰仗係3班嚟嘅，3班跑第3噃落到嚟4班咧應該會蝦到人嘅。近3仗賽事咧都係田草1200同埋1400咁今次回歸泥地咧，希望又可以上名啦咁樣。跟手最後尾包翻就係4號嘅金玉良言艾少禮同埋賀賢嘅配搭，特別輕輕睇賀賢咧輕輕滑落咗上名率方面咧，因為最近出啲馬咧都表現曳啲咁24-5左緊卡啦係唔係強練馬師咧有待證實咁喺近4仗嘅艾少禮田泥同程裏頭咧，分別就2 win 1季嘅。win 嘅時候就係2月8號417場次同埋3月8號498場次，2次都係人馬嘅勝績咁去到上仗咧就5月6號671場次嘅，咁係跌咗跑出個第3，由第6追上嚟咁輸俾啲大番薯嗰啲都係好叻嘅泥地馬。重複一次啦，6場4班1200米我喜歡1號嘅威利非凡嚟做膽啦，拖翻咧就係2號嘅伶俐標區、5號嘅天福同埋4號嘅金玉良言呢匹馬冇唔方去馬房，跟手我哋跳啦就跳到去咧就第7場。第7場咧都係4班1200，不過就係田草嚟嘅。私家3欄一出即轉彎，留意下啲馬嘅檔位我用6號嘅老鼠班嚟做膽拖翻4號嘅開心孖寶，12號嘅同喜同埋2號嘅一鋪掂晒成棚馬裏頭咧，強騎師、強練馬師咧就係6號係一匹隻老鼠班，同埋加上咧，大家留意下喺今次嗰個報頭嗰度就講到咧，潘頓咧喺季尾咧就特別零舍，就幫好多未開齋嘅馬走去開齋。咁過程之中咧，就近仗咧都係有之父啦、高高至高、念光芒、文明戰士、有備而戰呢啲全部都係由佢開齋嘅咁呢一日咧，老鼠班都係不得不提絕對有機會嘅。老鼠班咧就係側身馬跑過4仗賽事啫，分別喺初出嗰仗咧5月9號678場次周俊樂跑第2啦，後來再喺上一仗6月27號810黃昏場次咧就改由潘頓就跑咗個第2翻嚟，咁今次繼續沿用佢啦，希望就係打開城門去到4號嘅開心孖寶就係布浩榮同埋呂健威嘅配搭。要補啦，布浩榮嘅上名率咧就相當低，得17嘅啫。
咁所以咧一定要有人馬證明過啊，我先至會留低。咁正正就係上一仗啦，5月31號737場次啊，布浩榮咧為呢匹馬咧跑足嘅第3翻嚟，就輸俾女神啊，就同埋伶俐標區。咁呢仗咧再去配佢啊，由2檔就變咗6檔啊，咁啊順個馬房為主嘅啊，呂健威馬房。去到12號嘅同喜就係希威森同埋韋達啊，從前都係呢對騎練就好多季都係合拍㗎啦，跑1檔噃，咁1檔對於呢個私家三欄係好處嚟嘅。1月1號元旦馬305場次，潘頓咧就贏過5班，咁但係當然呢仗係4班嚟㗎啦。留意下喺4月6號578場次，5月3號657場次，巴道都係跑咗第2，咁呢2仗就係4班啦。咁所以咧4班嘅績咧絕對唔失禮㗎嚇。咁啊上仗就大輸，不過嗰仗係配袁幸堯嚇，發揮就麻麻嘅。咁啊所以今次咧配翻希威森啊，一位曾經都同呢個馬房相當之合拍啊，咁啊所以即管去關注啦。咁至於2號啦，就係一鋪掂晒。嗱，由於喺同程有過績而又揀得上手嘅馬就已經揀晒，所以咧就要楞一匹咧就有不同績嘅馬啦。嗱，田泰安同埋毛偉傑3檔馬啦。呢匹馬即身跑過4仗賽事，就淨係喺第3仗即係5月9號677場次嗰仗係4班，但係田草1000嚟嘅，就贏咗之父同埋智力之城2匹馬再出都有上名。咁而嗰仗1000咧，佢贏得咁精彩贏3/4馬位，仲要係爆冷70倍。咁而睇下今次可唔可以一鋪掂晒之後2鋪都掂晒因為就要試真情不過有個好檔着數7場4班1200米，我重複一次我喜歡嘅就係6號嘅老鼠班拖4號嘅開心孖寶12號嘅同喜同埋2號嘅一鋪掂晒呢棚馬咧有2匹唔放去馬，分別係5號嘅添開心係氣管多血同埋咧10號嘅女主角就係女嗰個金屬嗰個女亦都係咧氣管多血。2匹馬咧驗出有傷患之後咧再出咧都係無法上名嘅，自己小心啲。好啦，咁啊去到10場賽事咯噃。10場賽事咧係個3班嘅1200米途程嚟嘅。我嘅選馬係6號嘅巴閉精就拖翻咧7號嘅實力股，呢個名啱股試試噃。8號嘅咕嚕快跑同埋4號嘅人和家興。呢匹馬強騎師強練馬師咧就有1號、6號、7號、12號咁我先解釋咗點解我會先擺低咗1號、12號一頭一尾先啦。1號精彩進帳莫雷拉方家柏1檔馬，其實喺嗰個私家三欄係着數嘅。咁莫雷拉親自試閘啦，喺6月22號。咁而莫雷拉亦都為呢匹馬咧喺4月8號上一仗592場次喺個谷草1002嗰度新勝嘅。其實講真，對晒所有嘅條款咧，我覺得呢匹馬咧絕不能劃死，絕不能劃死。事實喺我嘅心目中咧係第5選，咁咧大家就自己去諗諗計會唔會將佢逆上嚟咧咁樣。咁但係12號咧立得準咧，我就相當小心嘅。點解咧？因為喺5月嘅時候咧，馬匹驗出氣管多血咁然之後咧再去跑嘅時候咧，就上仗咧就都唔得跑第5咁樣輸個幾馬位，即係我覺得可以再觀察咯。我嘅即係唔放去馬，就係出傷病之後再無法上名，咁我留待觀察啦。好啦，咁所以6號同埋7號咧就要揀嘅。不過6號就有賽績自己 win 績咁行先啦。巴閉精咧，如果大家有留意跟進開我節目咧，上一次都係貼佢，而且係全日之膽，咁亦都順利勝出啦。咁佢係側身跑過3仗賽事，都係4班1200其中近2仗都係贏嘅，已經2年節啦。分別5月17號就698場次，6月
13號就係780場次，都係由潘頓就連續2次咧都係嗰條 T 喎，就係連續2次都係贏利高八斗同埋咧鼓浪好友嚇。咁就今次咧就終於又再配搭潘頓。呂健威馬房新勝打搭11 Win 8同埋6季啊。好啦，咁去到7號嘅實力股啦，巴道同埋羅富全咁論檔咧都相當之好，就係2檔。巴道相當有誠意3次集啦咁親自去試集，一次就跑第2，就係5月18。2次就 win 埋集添，6月8同埋6月23羅富全馬房初出馬嘅紀錄就係7個冠3個亞同埋2個季，都係相當之值得佢要掕埋嘅。跟手就去到嗰匹8號咕嚕快跑，都係初出馬，咁又係有騎師親自去試集啦。田泰安、毛偉傑配搭田泰安喺6月23號就親自試集跑過第3。毛偉傑馬房初出就係4個冠2個亞同埋2個季嘅。好啦，最後尾咧就掕埋咧人和家興咁金城江同埋希斯嗱，你或者如果大家真係咁喜歡1號就可以用呢隻去贏我覺得，但係我就揀咗4號，始終喺個同情裏頭個積金城江都要提提啦上名率唔算高咁佢目前咧就係18個百分點上名嘅啫，咁但係亦都係同樣一定要有佢嘅證明先至會掕埋啦。馬匹遠遠喺24年9月046場次嗰時，仲有董明朗喺2班贏過。咁你話哇再遠啲喎咁近績如何？正上一仗6月21號794場次。亦都係配金城江，所以你就冇得話弱配啦。佢跑咗個第2翻嚟全程領放最後尾咧就俾嗰匹有備而戰咧就擒咗嘅，咁應該就係潘頓啦。咁所以咧就結果輸俾潘一哥都抵啦掹到個第2咁好耐冇跑田草啦，之前一直跑谷草，一跑田草就有第2，而且金城江咁繼續原配啦。好啦，重複一次啦，10場3班1200米嘅途程我選馬6號嘅巴閉精，拖翻咧就係7號嘅實力股，8號嘅咕嚕快跑同埋4號嘅人和家興嗱，呢棚馬咧都有唔放去馬，除咗頭先數過12號嘅辣得準之外咧，3號嘅神雕喺3月嘅時候咧就證實咧就左前腿就不良於行後來再出咧輸12個馬位好啦，咁就一次過同大家報晒所有嘅唔放去馬啦，分別係2場明亮光輝魅力之福，7場添開心女主角，8場智多多寶，10場神雕同埋辣得準，同埋咧尾場耀寶安康萬里同埋捷進嘅。好啦，咁就節目嚟到呢度啦，提提大家嚟緊禮拜6沙田九草二泥賽事頭場咧，因為黃昏馬頭場將會喺4點鐘開跑，祝大家到時贏多啲。我哋睇節目之餘，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我嘅 YouTube 頻道、IG 同埋 Facebook 專頁，仲可以掃一掃以上嘅 QR code，訂閱我俾膽你賽馬專欄，攞齊咁多場嘅貼士㗎。